空闪，头低下去。收起来了，不然等下跑出去。我有在对正向，这里也呀，正起来了。一靠这个，这边。他解锁没有？这两个不是耶。这边帮先帮我，他不锁了吗？你赶快先把它解，先不马上用，不要那个。这个2楼，你知道？这个电脑先做，如果没有这个。